大家好，歡迎返嚟收聽萬城早晨之漫步漫步。早晨啊，各位，新一年嘅第一日朝頭早，即係今日係1月2號啦。歡迎大家嚟收聽我哋萬城早晨。而家係英國清晨時間嘅4:30，我係你哋節目主持人保羅。今日呢，我哋一齊行入去一個大家都會經歷，但未必會真心體會呢個節日，就係英國嘅 New Year Day，即係1月1號。講起英國嘅新年呢，好多人第一時間呢就會諗起 London Eye 嘅倒數煙花，BBC 嘅直播畫面 Big Bang 嘅響鐘，倒數19、8、7、6、5、4、3、2、1嘅時候，煙花呢就會并零白蘭咁就震撼我哋嘅天空，好光好靚，好似呢全新嘅新一年呢揭開咗序幕。但其實呢，英國人過新年呢唔單止係一場煙花表演咁簡單，我哋今日呢就會慢慢講下英國元旦背後有咩文化傳統、節日氣氛、歷史嘅演變，甚至呢喺唔同城市又係點樣過呢個新年呢？仲會分享一下一啲少為人知嘅地方習俗，放假嘅安排，連第一腳嘅 first footing 呢啲聽到好奇怪嘅習俗呢，都會講埋俾大家知道。準備好未？着好羽絨未？我哋一齊喺呢個新年朝頭早行一次英倫新年嘅文化之旅。首先 New Year Eve 同 New Year Day 有咩分別呢？我哋要分清楚，英國人呢其實比1月1號本身呢更加重視12月31號嘅夜晚，即係 New Year Eve 嘅跨年夜。無論你喺曼城、倫敦、愛丁堡甚至蘇格蘭偏遠嘅地方，都會有人搞 party 做下倒數，出去呢放下煙花。大城市呢就有官方嘅活動，好似倫敦嘅 London Eye 嘅煙花，愛丁堡嘅 Holiday 嘅跨年大會。細嘅地方呢就會好多本地人呢就會自己搞一啲屋企嘅派對，甚至呢會去出啲 pub 度倒下數咁樣。英國人呢倒數文化呢雖然冇香港嘅商場咁多活動，但勝在呢就夠自由自在，夠熱鬧。大家中意一齊唱下歌，唱到去倒數嘅時候呢，又大合唱，手拉手，翹住一齊唱，唱到呢第二段呢，啲人呢開始唔記得歌詞啦，掛住飲酒啊，你攬我，我攬你，咁就呢過咗嗰一晚啦。但1月1號呢，即係元旦日，反而呢就更加 relax，全英放假，大家呢都會去休息一下，瞓得晏啲，食個 brunch 咁樣，同屋企人呢見下面，散下步，去公園行下，甚至呢可能攤喺個梳化度呢睇下電視，咁就過咗大半日啦。咁英國人點樣過呢個1月1號呢個 New Year Day 呢？1月1號呢，英國全國呢就 Bank Holiday， 就係銀行假啦，唔使返工，唔使返學，商場呢多數都會開嘅，不過呢就會開得遲，收得早。街市就會休息，超市就好少人，街頭又比較冷清。不過英國嘅元旦呢，一樣有佢哋嘅節奏。第一樣啦，就係睇電視嘅傳統。英國人嘅新年呢，朝頭早就最中意煲下電視，睇下 BBC 啊、ITV 啊、Channel 4會播晒啲一系列嘅新年特輯，包括呢國王嘅致辭重播、元旦音樂會、特備嘅新聞回顧，甚至一啲綜藝、煮食節目、旅遊節目，為未來一年呢帶少少希望、開心同埋一啲靈感俾大家。聽落呢就有啲似香港年30晚到年初一嗰段時候呢，響不斷重複，可能家有喜事，一啲過往嘅綜藝節目，一啲呢新聞嘅回顧，或者呢我哋嘅特首去講一啲賀詞咁樣啦。其實大同小異，有啲相類似嘅。咁如果大家住喺英國嘅老一批嘅家庭呢，就會發現好多老人家一早起身呢，就會沖杯茶，坐喺個火爐前面呢睇電視，個場面呢都幾感人，或者係幾溫暖嗰種感覺。咁第二樣啦，食物呢有咩特別呢？英國元旦呢就冇特定嘅食物，就唔會好似香港或者國內要整下啲蘿蔔糕啊、年糕啊去招呼下朋友。但有啲家庭呢就會煮一個比較豐富嘅 brunch 俾屋企人，例如有一個English breakfast 啊，全英式嘅早餐，有 bacon 啊、蛋啊、蘑菇啊、茄汁豆啊、薯餅咁樣咯。再可能為家人沖杯咖啡 breakfast tea， 咁又可能大家一齊去聚一個餐，咁就冇乜
胃口嘅，就可能會煮翻個熱湯，就象徵呢溫暖嘅一年就嚟臨啦。英格蘭嘅南部地區呢，有啲家庭呢就會食豬肉加酸菜，話啲豬向前走，唔知有咩動物係向後走嘅呢，象徵進步。而酸菜呢就代表財富，呢啲就係歐洲其他地區呢傳統嘅迷信，漸漸呢喺英國呢邊呢都成為咗一種傳統啦。咁啊，第三啦就係公園散步同埋戶外活動。大家可能唔信啦，1月1號呢最多人嘅活動呢，竟然呢係走出去散步嘅。好多英國嘅家庭呢喺附近呢就會行下啲公園啊，個寓意呢就係可能行走以前啲衰運啦，就帶嚟新嘅開始，或者呢係消化一下前一晚呢倒數嘅酒氣還未散去嘅。有啲城市呢就會搞啲叫做 Polar Bear Swim， 就係喺元旦跳落啲好凍嘅水啊，好凍嘅海啊。雖然呢曼城係冇海嘅，咁我哋附近 Liverpool 呢有陣時呢都會搞一啲冷水嘅挑戰活動，就係跳落去一啲好冰凍嘅水裏邊呢，就即係挑戰一下自己咁樣樣。咁啊，蘇格蘭呢就有佢啲特別啲嘅節目，叫做 Holiday 嘅習俗。如果講英國新年係傳統呢，冇理由唔講下蘇格蘭啦。佢哋呢有自己嘅跨年文化，叫做 Holiday。咁呢個字呢係嚟自於古法語嘅意指呢就係最後一晚，即係除夕夜咁樣，即係12月31號。咁蘇格蘭人呢就比英格蘭呢更加認真去慶祝跨年，成個跨年活動呢可以做足3日咁耐嘅。喺愛丁堡市中心呢，有街頭嘅 party、煙花，有火把嘅巡遊，成條街呢都係 Royal Mile 嘅人潮，同時呢都會唱下歌、跳舞、飲下威士忌，氣氛呢非常之融洽，同埋呢氣氛好開心、好高興，即係好熱烈咁慶祝嘅。其中一個傳統咧叫做 First Footing， 就係話新年啦，第一個入屋嘅人咧係好重要，最好咧係一個高大黑髮帶住禮物嚟嘅男人，象徵帶嚟好運。大家係冇聽錯，係要黑髮嘅男人。如果係紅髮咧或者女人入屋咧，反而咧被認為唔吉利嘅。但係其實喺英國揾到黑髮嘅男士好似難啲，可能我哋香港人咧去做呢個送禮勤咧可能會比較好啲啦。蘇格蘭人咧總會咧準備好Blackburn 黑果餡餅Swisky 同埋鹽作為帶入屋嘅祝福。有啲家庭咧就玩得認真咁樣去，好似過緊聖誕節咁樣嘅。不過都講聲唔好意思先，我把聲咧都係 keep 住喺沙沙啞咁樣，同埋有陣時咧講嘢想窒下道氣，咁啊希望大家包容下啦。好啦，咁啊元旦後嘅英國氣氛同埋文化咧有咩連接落去呢？咁啊英國人咧就將1月1號咧視為過渡日，由聖誕休息正式踏入新一年嘅開始。好多大人咧就會喺元旦之後訂立一啲目標啦，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咁啊，要減下肥，要儲下錢，要學下新技能，要換下工作。總之咧係幻想自己有個全新嘅自己生活啦。唔少人嘅開始咧就會叫做 Dry January， 即係咧整個月唔飲酒，象徵自律重生。健身中心開始滿啦。書店推介自我提升嘅書、心理健康嘅 Apps 咧，廣告咧就會不斷湧現出嚟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啲書鋪啦，或者咧係咪真係啲 pub 咧都少咗人飲酒？如果知道咧，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調查一下呢個係咪真係事實。不過咧，最多人堅持咧就唔到2星期咧，就會咧繼續去飲酒啦。就嗰本書咧要放翻埋一邊啦。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咁嘅，唔係淨係英國人嘅。咁啊，我哋能夠堅持呢，其實都係唔簡單嘅。咁所以如果堅持緊嘅人呢，咁啊值得俾多啲鼓勵佢哋啦。英國嘅文化入面呢，新年係一個沉思同埋懷緬嘅時候。BBC 啊同埋衛報呢都會推出一啲叫做 Year in Review 嘅節目，總結一下過去1年嘅新聞大事、名人離世、文化嘅回顧。
佢哋嘅對時間流逝呢，係一種好觸感傷情或者係好有懷緬嗰種感覺，好中意用影像或者文字呢去記錄呢個時代。講完啦，英國新年嘅部分，下一集呢會帶大家踏入一個英倫冬天熱門嘅活動，叫做6國欖球賽事。咁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愛爾蘭、法國、意大利6國呢，每年嘅2月到3月呢會進行一連串火熱嘅對決。呢一場嘅比賽呢，唔止係運動咁簡單，係民族嘅情感、歷史嘅競爭、地區自豪感嘅象徵嚟嘅。想知道呢點解英國人可以為呢個欖球咁瘋狂到全世界呢都要戒酒戒肉呢？着住件隊衫行呢，酒吧爆棚咁誇張呢？記得呢留意下個星期嘅晚報啦。咁啊，少少總結啦，英國嘅元旦呢就唔似香港呢咁多煙花匯演啊，或者商場節目嘅環節呢就冇香港咁多姿多彩啦。但佢哋用佢自己嘅方式去慶祝一個呢安靜而有意義嘅開始，由倒數唱歌、屋企人嘅團聚，走到去附近嘅公園散步，做一啲簡單嘅新年目標。一切呢都係反映出英國嘅文化中過新年係一種心境嘅轉換。新一年啦，大家希望呢可以喺安靜中揾到自己方向，定係喺熱鬧中揾到你嘅人情味呢？咁啊，今集呢就係講到呢度啦。我係你哋節目主持人保羅。如果喜歡呢集晚報嘅或者萬聖早晨嘅系列呢，記得俾 like、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如果想繼續支持我哋萬聖早晨嘅話呢，其實可以請我飲杯咖啡 ，Buy me coffee。我亦都會將個連結呢擺喺說明欄裏邊。希望呢攞到更多嘅資源，可以呢去帶到大家去漫遊呢個曼城市中心嘅歷史。咁啊，今集講到呢度啦，我哋星期一再見，拜拜。